Hangry Buddy， 香港首個專為都市人設計嘅打開即食蒟蒻粉麵飯品牌。創辦故事：品牌誕生於2022年1月21日，源自創辦人作為職場白領嘅親身經歷。面對工作忙碌同健康警號，我哋決心創造真正適合香港人嘅健康即食選擇。品牌承諾：我哋堅持提供健康無負擔嘅食品方案，讓大家享受美食嘅同時，無需再為計算熱量而煩惱。產品突破，徹底解決傳統蒟嘅怪味問題。獨家研發符合香港人口味嘅配方，打開即食，完美配合快節奏生活。精準客群：忙碌嘅 office lady 同空姐族群，生酮飲食與糖尿病患者，學生同飲食不定時嘅上班族，追求健康管理嘅都市人。市場認證：產品已成功進駐 Morgan Stanley、阿里巴巴、九龍建業等頂尖企業，獲得廣泛好評。最令人振奮嘅客戶回歸：你哋嘅蒟蒻真係徹底顛覆咗我對蒟蒻嘅刻板印象。Hangry Buddy 重新定義健康即食，讓美味與健康從此並存。